到櫻桃要挑戰粉紅女郎入邊萬人迷嗰個角色，而且個人設仲俾網民鬧緊啊！講真，佢真係唔係監演呢個角色啦。櫻桃嗰種氣質係比較端莊正氣嗰種類似風格嘅，好似朱雨卿咁，就係有種好有總裁夫人 feel 嗰啲啦。至於陳好演嗰個萬人迷，簡直就係一隻妖精嘅，風情萬種嘅交際花，身形又妖格，性感又有魅力，完全係浪漫型嗰種。我形象託管嗰邊有個客人，佢都係做金融高管，佢就係屬於好正派嗰種氣質，而且係偏向直線型風格。我成日嫌自己唔夠女人味，唔夠性感，成日特登想試下着嘅印花吊帶裙同埋咁短裙，但發現點都着唔出嗰種風情萬種嘅感覺。其實每一個人首先都要尊重自己天生嘅氣質同風格，然後先睇你適合喺範圍入邊用服裝去表達你嘅女人味，而唔係一味靠模仿嘅衫款或者特登咧去扮嘅同你完全冇關係嘅造型。